电影《如珠如宝》，我可不可以收留波波姐？她好惨，没有衣服，好可怜。79岁香港演员吴耀汉接拍贺岁片《如珠如宝》，29号出席首映会，不过状况大不如前。香港演员吴耀汉有点虚弱，刚做完手术，基本上我2个肾，现在只剩1/10的功能，因为肾衰竭。说起吴耀汉，观众一定不陌生，他拍过7、80部片，都是电影台热播，包括在林焕家族演僵尸道长，跟曾志伟、刘嘉玲一起拍《福星闯江湖》，也是经典作品。电影《福星闯江湖》，我们现在先把房间收拾干净，然后做饭给你们吃，好不好？70年代出道的他，在80年代红极一时，堪称超强绿叶。曾经1年拍了6部戏，人红工作量大，也间接造成他的亮红灯。3、4年前健检时，发现肝酵素等指数升高。香港演员吴耀汉，我们的生涯这么多年来，经常要吃饭和泡面，排餐有很大影响，肾衰竭。其实吴耀汉一直都在工作，几乎年年都有作品。最近一部有在台湾有上映的电影，就是2017年的《旧江清道夫》。如今肾衰竭动手术，肚子还插着导管，每天要洗肾4次，演艺工作恐怕得暂时停摆。